新聞頭家先來看，這禮拜二24日對澎湖出港的大金門8號無消無息。海巡署今仔日公布航跡圖，發覺這陣是佇咧中國的廈門灣漳州港，懷疑是因為非法賣油予中國的船仔，轉去予中國扣去。陸委會是證實這船仔的位置，也確認船頂的人員攏總平安。去年5月，澎湖這時陣大金門8號新船傾著落水，25可是傳說敢若失去聯絡。海巡署證實，大金門8號這船是停佇中國廈門灣漳州港。漁船作業進前咯，加油加滿，大金門8號出港進前到馬經加38000公升的柴油，卻是敢若佇海上非法賣油予中國漁船，予中國海警給扣起來。船頂有3個台籍船員，也有4個印尼籍的漁工。海巡署回看這個航跡，也發現漁船出港了後，隨甲這個 AIS 關起來，一直到25佇澎湖西北海峽海峽中線以西13海里，才甲 AIS 開，並且繼續開對中國廈門去。政府啊提示講，咱漁民的辛勞加減啊補貼咱魚的用油，大陸這陣啊，擱中東戰爭，伊嘛是欠油啊，擱即馬海上的作業，恁大陸也無改好啊。最近國際油價大起，台灣願意補貼漁船油費的油價，加中國油價每公升繼續差10外塊，近期也爆發生漁民賣油來賺錢，也來佇海上非法來轉盤油，已經違反石油管理法的行政法則，要刑事責任。在海上非法的販賣油品的話呢，可能會觸犯海洋污染防治法。另外，如果交易的地點是在國家安全法第6條第1項以及臨海及臨街區法所定的限制禁止海域的話，也有可能會有相關的刑責。2024年7月，大金門88號違反中國休漁期規定，虹口4個外家才釋放。當時有港籍船隊的大金門8號去接船回來，海巡署講，將也未接到報案，內陸船主甲家屬攏回復講無清楚狀況，會繼續提供必要協助。陸委會是講，這隻船確實佇對岸有關部門的控制之下，人船攏安全。記者綜合報道。